是拍假伫公队，网络消息是真是假？花时甲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讲互乡亲知。后来网络有咧传这个消息咯，讲要维持着健康的身体，都爱甲家己的体质调整做咸性的。国讲网爱特别爱甲咱定，是因为咱的体质是酸性的。乡亲啊，这拢乌白讲的。不管医界或者是学界，拢认为酸性体质、碱性体质，或者是酸性食物、碱性食物，拢是编出来的骗局。到现部为止，也无任何的科学研究会当来证实。咱正常人的体质永远拢是弱碱性的。所以乡亲啊，若果看到人拍广告，讲食啥会当来打造碱性的体质，或者是要甲咱测身体的酸碱度，这拢唔通去相信咯。均衡的食食才是正确的健康之道。